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，有一遍，耶稣伫一个所在伫祈祷，伊祈祷煞的时，有一个门徒甲伊讲：“主啊，约翰有教伊的门徒祈祷，请你嘛教阮祈祷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祈祷时，着安尼讲：爸啊，愿你的圣名受尊崇。愿你施行主权，求你逐日赐阮所需要的食物，求你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家己嘛有赦免所有辜负阮的人。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。”耶稣阁对伊的门徒讲：“恁中间有甚物人半暝去朋友遐，甲伊讲：朋友，请你借我3块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阮遮，我无物件通请伊。你的朋友会对厝呢应讲：莫甲我吵，门已经关，我甲囡仔伫眠床伫困啊，袂当起来摕互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迄人袂因为伊是朋友起来摕饼互伊，嘛会因为伊迫切恳求起来摕所需要的物互伊。所以我甲恁讲，求会得到，找会找到，拍门会甲恁开。因为求的就得到，找的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做老爸的，家己的囝甲恁讨鱼，减会掠蛇互伊，也是甲恁讨卵，减会掠囡仔虫互伊。恁虽然歹，也会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恁的天父，伊一定会将圣神赐予对伊祈求的人。耶稣赶一个下狗鬼，鬼一个出去，迄个袂讲话的人就讲话，群众拢着惊。毋过其中有人讲，伊靠鬼王别西卜赶鬼。阁有一寡人要试探耶稣，一直要求伊行对天来的神业。耶稣知影因在想甚物，就甲因讲：国家家己纷争会荒废，家庭家己纷争会倒坏。撒旦若家己纷争，撒旦的国哪徛袂牢？恁讲我是倚靠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别西卜赶鬼，恁的子弟是靠甚物人赶鬼？安尼恁家己的子弟会甲恁判罪。不过，我若是靠上帝的气力在赶鬼，上帝的主权就已经伫恁中间实现啦。勇士武装全备，固守家己的厝，伊的财物就安全。毋过有一个比伊较勇的人来攻击，拍赢就将伊所倚靠的武器抢去，阁将所抢的财物分了。无为我的，就是反对我；无甲我做伙受责的，就是在拍散。车神离开所附身的人了后，伫无水的地区行透透，要找一个休困的所在，找拢无，就讲：我要转来去我厝内迄间厝。伊转去，看到厝内扫甲真清气，阁整理好势。后来，伊去带7个比伊较歹的车神来，入去遐住。安尼，迄人的结局比起头阁较惨。耶稣在讲这话的时，群众内面有一个妇人人大声对耶稣讲：“生你，互你顺利的妇人人真有福气。”不过耶稣应讲：听上帝话，阁遵守的人，
搁较有福气。群众愈来愈多，耶稣就讲：这世代真正是邪恶的世代，因要求新约，毋过约拿的新约以外，未阁有新约福音。拄亲像约拿成做尼尼微人的新约，人子嘛要成做这世代的人的新约。伫审判的时，南方的主王会甲这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因定罪，因为伊有对地的骨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恁看，有比所罗门搁较伟大的伫遮。伫审判的时，尼尼微人会甲这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因定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传道了后，拢有悔改。恁看，有比约拿搁较伟大的伫遮。无人点灯下伫人看袂到的所在，也是藏伫斗下，一定是下伫灯台顶，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。你的目睭是身躯的灯，你的目睭若金，规身躯就光明；你的目睭若灰，规身躯就黑暗。所以，要小心，毋通互你内面的光变做暗。你规身躯若拢光明，连一点仔黑暗都无，就会亲像灯光影影在甲你照，完全光明。耶稣伫讲这话的时，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伊食饭，伊就入去坐倒。迄个法利赛人看到伊食饭无先洗手，感觉真奇怪。主就甲伊讲：恁法利赛人只有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气，毋过恁的内面充满贪欲甲邪念。恁这戆人，迄位创造外面的上帝，敢毋是嘛有创造内面？着摕杯甲盘内面的物件去净济，安尼恁的一切就拢清气。恁这个法利赛人惨啊！因为恁将薄荷、蚊香甲逐款菜蔬奉献1/10互上帝，毋过无重视公义甲疼上帝。其实这个才是恁应该实行的，其他的嘛毋通忽略。恁这个法利赛人惨啊！因为恁爱伫会堂坐官位，伫市场口，互人甲恁请安。恁惨啊！因为恁亲像看袂出的梦，人对顶面行过嘛毋知。有一个律法教师甲耶稣讲：老师，你讲这话嘛是在侮辱阮。耶稣因伊讲：连恁这个律法教师嘛惨啊！因为恁将担无法的重担互人担，家己连一支砖头仔都毋肯振动来减轻因的重担。恁惨啊！恁的祖先杀死遐个先知，恁甲因做梦，安尼恁家己证实嘛赞成祖先所做的代志，因为因杀死先知，恁甲因做梦。所以上帝的智慧嘛有讲，我要找先知甲使徒去因遐，其中有的为互因杀死，有的为互因迫害。安尼对创造天地以来，就是对亚伯起直到伫祭坛甲圣所的中间，互人杀害的撒加利亚为止，因所流的血，这世代的人拢着刑。对，我甲恁讲，遐个罪拢会甲恁这世代的人讨。恁这个律法教师惨啊！因为恁将开知识的门的锁匙甲人摕走，
家己毋入去，要入去的人另煞甲因阻挡。耶稣对遐出来的时，经过教师甲法利赛人就极力甲伊攻击，逼伊讲较侪话。当等伊讲毋对，通掠伊的话芳。